大家好，我係江先生。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智叔嘅老婆陳敏儀嘅八字。就剛才就收到一條訊息，就係香港嘅 TVB 嘅女藝人咧陳敏儀因病去世，終年咧係65歲嘅。咁江先生今日咧用幾分鐘嘅視頻咧就講解陳敏儀嘅命格。咁陳敏儀咧，大家對佢都非常之陌生，因為佢係活躍於90年代嘅 TVB 嘅3、4線嘅女藝人。佢冇咩代表作嘅，咁對於事業嚟講咧，佢唔係好成功嘅。咁睇佢八字都知咧，佢係傾向於家庭嘅，一生所追求嘅嘢就係家庭同仔女同老公嘅，一位非常之偉大嘅母親，一位非常之為家庭而付出所有嘅一位偉大嘅女性嚇。咁佢都好辛苦。再加上咧，就係佢人生嘅際遇嚟講，經歷過白頭人送黑頭人嘅，非常之不幸嘅。咁今日咧，江先生咧用幾分鐘嘅視頻咧，就係講解佢嘅八字。咁佢嘅八字都非常之容易睇嘅，咁同文欣嘅八字咧都有啲相似嚇。我哋首先睇睇個八字先啦。庚子年、丙戌月、戊寅日、戊午時。咁時辰嚟講，我認為係午時嘅。因為我咧就抄翻佢以前所人生嘅際遇，咁然後將午時代入去，咁嚟逐一條分析咧，我認為佢係午時出世嘅嚇。戊土日元出生於戌嘅月份，透偏印格。偏印格咧係逆用格局嚟嘅，偏印一定要黑先好。咁所以咧，佢個八字咧，如果透壬水啊個格局咧，就會高好多嘅，就好容易出名。但係佢個八字咧就變咗梟神奪食。正所謂梟神奪食而財星冇力而制翻梟神咧，呢種格局咧首先容易抑鬱，一生際遇當中咧好難出名。其次就係同仔女嘅緣分咧有生離死別呢種情況出現，因為原國嘅仔女星咧已經係奄奄一息啊，冇力啊，梟神奪食嘅八字。咁佢呢種八字咧，由於佢個八字係戌月出世嘅嘛，戌月又屬於見六格嘅。咁佢一生嘅際遇嚟當中咧，佢係為家庭咧付出晒所有一切嘅，一位好堅強嘅一位女性。咁再加上咧，壬戌三會火局咧，偏印咁旺咧，通常咧佢容易有抑鬱嘅，即係發生啲不幸嘅事情咧，佢會記喺心裏邊，走唔出嚟嘅。咁佢早年咧就係佢個幼子咧廖文樂咧，係喺2006年咧，由於血癌咧係往生嘅，終年係6歲嘅。咁呢件事情咧對佢咧係非常之大嘅影響嘅。咁喺視頻裏邊採訪過佢咧，佢一直都走唔出嚟嘅。咁從佢嘅八字都知㗎，當佢個印星咁旺嘅時候咧，係好抑鬱嘅，好唔開心嘅，即係發生啲不幸嘅事情咧。係永遠咧係放喺心裏邊悶悶不樂咁情況出現嘅。咁印星旺嘅人咧係信奉宗教嘅。咁佢晚年咧我睇翻佢以前嘅晚年嘅視頻咧，都係着一啲同宗教相關嘅衣服嘅。咁所以我認為佢晚年係比較信奉宗教嘅嚇。咁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同仔女嘅緣分嘅。咁要特別要注意。咁當一個八字好似陳敏儀嘅八字咁啦，咁佢如果佢八字原局嘅個仔女星咧受傷咧而冇力咧，咁通常咧我嘅建議咧，你千祈唔生仔女嗰個大運咧或者流年咧就唔好揀取印星旺嘅大運、印星旺嘅流年。例如呢個八字就係啦，佢原局已經壬戌三會火局，個印星已經完全受傷、奄奄一息，再加上佢係喺2000年，即係壬午大運咧，就生咗個仔叫廖文樂。佢個壬戌三會火局，天干印動咗偏印梟神，克住個食傷，所以咧佢生咗個仔廖文樂咧係有血癌嘅，即係喺3歲嘅時候發現咗血癌，6歲嘅時候就往生嘅咁所以要特
別要注意，如果一位女性朋友個仔女星太弱，而印星強而財星又弱嘅時候，要特別要注意生仔女嘅大運流年，千祈唔好揀印嘅流年。其次，廖文儀嗰個出生嘅時辰咧，都係同仔女係冇乜緣分，有生離死別呢種情況出現嘅，因為係印星，午火係印星嚟噶嘛，印星係奪食傷，因為呢個宮位係仔女宮。我喺以前嘅視頻已經講咗噶啦。咁最後一點咧，光雄先生咧就要講解我咁多年嘅經驗啦，即係喂廖文儀呢個八字，如果喺中國內地嚟講咧，分分鐘可以揾到幾萬個，冇可能係幾萬個八字都係有仔女往生嗰種情況出現㗎，冇可能㗎嘛。咁就係要代入你邊一年，你個仔女係邊一年出世，呢個都非常之緊要嘅嚇。咁咧就如果用八字嚟睇咧，就比較難睇咯嚇。如果從紫微斗數嘅角度咧，就好容易睇啦。咁我將陳敏儀嗰個紫微斗數嘅命盤，當佢個仔廖文樂嗰個出生嗰年個太歲位咧，代入到去咁紫微斗數嘅命盤咧，的確啊，即係的確有生離死別呢種情況出現嘅嚇。咁所以遇到啲情況嘅時候啊，最好就用紫微斗數嘅來將嗰個太歲咧代入去個命盤嚟，喺個四合比先嚟睇咧，就更加明顯啦嚇。咁日後咧有機會，光雄先生咧就會講解紫微斗數嘅嚇。咁就睇你睇各位粉絲嘅建議咯嚇。咁最後一點補充咧，就係廖文樂嘅往生嘅年份，咁就行到一個辛字大運嘅丙戌流年，咁都好容易睇啦。嗱，咁辛字大運食傷，呢個就係代表佢個仔嘅星噶嘛，食傷官嘛，丙辛合咗個傷官，個傷官嗰個食傷個仔嗰粒星受傷。其次就係個戌壬午戌三回火局，嗰個丙火製造食傷，所以佢嘅最細嗰個仔廖文樂咧係2006年咧係往生嘅。呢個從八字咧都有咁嘅信息喺入邊嘅嚇。咁今日嘅視頻咧，光雄先生咧就講到呢個 moment。如果大家有咩唔明白嘅地方，去問我光雄先生。